对不？啊，你个头前若是阮众生的记忆了，对啊。就像咱一支手，你讲一生字，哦，爸爸定咧讲一生字安怎生？啊，你手了个啊，一生字啊，你有看到一生字无？一生字，这支手印嘛，啊，算两个一个面啊，一个背。这背部啊，这个是前面后面啊，一生字，一生字就足麻烦啊嘞，是，一生字，你两点钟没有过啦，一直讲安尼。哦，有时讲。那再讲嘛，啊。我不讲你也拢点点，啊。会不会？会不会听？咱们休息哦，咱才这样。来，咱休息啦哈。感谢你们师傅前道之功，尊道之功，休息10分钟。